it's nothing new, but it's so good to see you. We do this every day, and I'm still so amazed by you. So hold me tight through the night.好，那现在就是蒙古人在台湾用蒙古的方式来烤肉，可是呢，用台式的吃法来吃蒙古人在台湾烤的台式烤肉。对，我刚刚在说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第一口。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明媚。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我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自己在家里烤肉这样子。然后呢，我刚刚就是去全联买了一些食材回来。那我等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从全联买了一些什么呢？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烤肉酱、苹果西达、柚子、百香果柠檬饮料、小白菜、月饼、金针菇、月饼、甜椒、丸、牛肉、吐司、地瓜、马鸡、母鸡、麻薯。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台湾要第一次吃吃看柚子，我真的没有吃过哎，感觉我以前就是很怪，就是我会想要吃这种台湾的特别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吃吃看这个柚子。我早上就是看那个蔡总统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IG 什么的，然后呢，他就是画了一个还蛮可爱的那种什么笑容啊、眼睛啊什么的。然后呢，我等一下也是想要就是画看看这样子。Apple cider 这是苹果醋，我也是来台湾之后没有喝过苹果醋哎，大家觉得有没有很夸张？对，我也觉得自己还蛮夸张的，就是来台湾之后都没有喝过，就是这种台湾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达西苹果西达。苹果西达，对，我前几天也是在网络上就是研究台湾人为什么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会烤肉呢什么的，然后呢就发现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这个广告的台词，然后感觉这个还不错，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那今天就是一家明媚万家香，一家烤肉，一家明媚，一个明媚烤肉。好，所以今天就是明媚烤肉万家香。对，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嘛，就是不是在外面什么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用我的锅子来烤肉，应该就是用那种平底锅，应该可以吧？就是大家知道我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锅子，对，我就是今天用那个烤肉这样子，希望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就开始烤肉吧。对，我们先就是把肉啊什么的菜呀那些的，就是把它稍微洗一洗。这样子，好，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我的烤肉酱，然后我的一些蔬菜们，然后这边是我的肉，然后油，然后我的锅子。好，那我们等一下，这个我的感觉我的这个小桌子感觉太低了，这样的话感觉刚刚好。然后我上次有看到就是1、2个人问我就是这个小锅子从哪里买这样子，然后呢我上次就是那个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我从虾皮上订的，对，然后大家也是想要买的话呢，就可以从虾皮上买咯。对，这个就是锅子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今天的话就是明媚烤肉万家香，先把它打开，还蛮香的。感觉这个还不错吃的样子，烤肉酱放一点点，倒在里面，应该可以吧？大家，少少的，放少少，还是太少了，放多一点。OK， 好，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好笑啊？就是买这种炒肉丝，买这种牛肉炒肉丝，然后就是说什么烤肉什么的，大家不要笑我哦。因为就是在全联刚好那个肉片卖完了，所以呢我就只好买这种炒肉丝。好，那我们先就是把这个炒肉丝放到我们的烤肉酱里面。哇哦，感觉还不错呢。等一下给大家看。我觉得可以大家看这里，OK， 就是这个是好，这个差不多。好，大家这样的炒肉丝跟大家上的烤肉酱，哇哦，这样需要再放多一点水。好的呢，我们的烤肉酱，哇哦，它看起来还蛮好吃的样子。等一下给大家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万家香加
炒牛肉丝，很赞吧？好，大家，我现在呢在削这个皮，地瓜皮。好，那我们就开始烤肉喽。先开火，然后放油，放一点点油吧。好，天哪，大家这样烤肉应该可以吧？大家不要笑我哦，拜托。会不会就是在留言区很多人都留言说，就是明美怎么会这样烤肉啦？这个是什么烤肉啦什么的。好，希望大家不要笑我。这个很香哎，这个烤肉酱真的还不错的样子，这个感觉还不错。哇哦！哇，明美的蒙古烤肉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还不错的样子哦。哇，大家还不错的样子哎，很香哎。现在就是家里都是那种烤肉味的感觉。福利熊想福利，福利熊想福利，烤肉赞哦，好香哦，很香，超香的。这烤肉酱真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样子。我们现在来烤蔬菜喽，大家看，哇 ，OK， 这样子，然后加一点，当当，甜椒。好的，然后在蒙古也是，就是过什么节日的，就是前几天啊，或是节日的那个时候，也是那种超市啊，就是那些卖场的人也会变，就是很多。我也是以前就是在蒙古的时候，就是假设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可能前几天去超市，就是跟家人，就是跟妈妈什么的一起去买菜呀什么的，还蛮怀念的感觉。对，我真的很久都没有回去了呀。那大家可能好奇，就是在蒙古到底有没有会过就是中秋节这个节日？答案就是没有。我们就是在蒙古的话，就是我们不会过中秋节。对，还有就是我以前就是有一个表姐，她以前在就是中国念过书这样子。然后呢，她就是每次都跟我们说，就是在中国就是9月中旬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阅兵节。对，所以呢，我也是就是习惯说就是阅兵节这样子。对呢，其实烤肉啊什么的，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就是来台湾之后才知道说，就是原来就是台湾人中秋节的时候就是会烤肉这样子。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节日，就是呢这些就是烤肉啊、吃月饼啊，或是吃什么柚子啊，这些习俗就是这些文化在蒙古都没有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台湾人过中秋节的这些就是习俗什么的，我就觉得很特别。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蒙古人在台湾烤肉，用蒙古的方式烤肉，可是呢用台式的方式，可是呢用台湾的方式来，可是呢用台式吃法来吃烤肉。好，那现在就是蒙古人在台湾用蒙古的方式来烤肉，可是呢用台式的吃法来吃蒙古人在台湾烤的台式烤肉。对，我刚刚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吐司。大家，我先拿一片。好的，然后呢，听说就是台湾人都会这样子，先放一片生菜，然后呢，再放就是我们的肉。哇哦，大家看，好，大家其实我觉得这种肉丝也可以耶，大家这样吃，我觉得有点像就是三明治的那种感觉，在吃三明治的那种。哇，放了还蛮多的肉。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夹蔬菜。大家看地瓜，大家想吃吗？好想给你们分享哦。3片地瓜可以吗？大家看，再放金针菇，然后再放这个甜椒。好，大家看我今天要吃的这个烤肉吐司，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看起来还不错吧，大家？好，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喽。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像三明治哎。好，大家，我的烤肉好了，烤肉加一些蔬菜，然后呢，听说台湾人都会这样吃，把它这样，哇，好厚啊，大家，感觉可以卖了耶！现在，好，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是不是这样吃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第一口，
超级赞，很好吃耶，超好吃的。好，我们再来吃一口。大家看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很赞耶，很好吃。这个台式的吃法，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嘴巴里都是金针菇，有点难咬的感觉。卫生纸，我觉得我可以吃第二个吐司。啊，对了，我们等一下就是来烤那个麻糬，那个会不会成功？我不是很确定。哦，对了，大家有看我的那个去吃蒙古烤肉的那支影片吗？那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影片其实不是业配哦，我只是纯粹就是自己想要，就是在台湾想要就是体验看看蒙古烤肉这样子，所以呢，我就特地跑去林口去那家店，然后呢，我就真的觉得就是好吃，所以就是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对，很多人都就是下面留言说就是业配吧什么的，可是其实不是业配哦，大家。明美的炒牛肉丝吐司不是三明治，如果我这样卖的话，大家会想吃吗？蒙古人在台湾开蒙古烤肉店，三明治烤肉店，好好笑。对，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什么中秋节啊，或是什么过年什么的时候，就是班上的同学什么的，他们都就是回去，就是回家这样子。对，然后呢，这种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外籍生，他们就是都在宿舍里，很可怜。对，哦，对哦，我们忘记我们的饮料哎 ，Apple 苹果西打，来了，来试试看，大家跟我一起试试看苹果西打。哦，有气泡，好香哦！大家有看得到吗？哇哦，看起来好像啤酒的样子哦。好，我们先倒到这边，真的好像什么啤酒哦。好，我们来喝看看这个苹果西打，台湾的苹果西打。好喝哎。赞，苹果西打，嘴巴都觉得很清爽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来继续吃烤肉。这个中秋节的烤肉三明治配这个苹果西打真的好赞哦，完美搭配。好，那我们现在烤肉都吃完了，那我们等一下呢来吃就是中秋节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就是噔噔柚子。对，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刚刚去就是全联买的柚子这样子。好，然后呢，我就是杀柚子之前呢，想要就是在上面就是画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我真的在台湾就是住了这么多年都没吃过柚子哎，就是我以前的明美感觉有点就是没有那种好奇心嘛，就是那种感觉以前的明美还蛮怪的，都不会想要知道就是台湾人为什么会过中秋节，或是台湾人的这个中秋节的就是由来是什么呢？之类的，就是都不会想知道，我就觉得以前的明美感觉有点怪，对，也就是没那么融入台湾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用我们的柚子吧。对，那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看那个蔡总统，就是他画的这个柚子，很可爱吧？大家看，超可爱的。大家觉得猫咪可爱还是狗狗可爱呢？我在想要画哪一个。好，那我就决定要画猫咪了。猫咪，嘴巴要怎么画？好，给大家看，我画的感觉很可怜。大家看，他们都用什么笔画？
我都用了这个也不行，然后用这种笔也不行，然后用这个也不行的感觉。天哪，给大家看，我的就变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凶的柚子哦。大家，好吧，原本想要画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猫咪，结果都不行了。天哪，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水一直跑出来的那种感觉。还是我们换这边看看。对啊，大家看这里也不行。好，大家，我的柚子呢就差不多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杀柚子吧。先把这个头拿掉，然后呢，就是开始这样子。那我们就来开始用吧。这样是对的吗？柚子。好，我们来吃看看。柚子超酸的，还蛮好吃的，有一点那种在吃就是很酸的那种橘子的感觉。这样把它吃掉。那我们现在来下我们的这个麻糬吧。要放几个呢？先放3个好了。天哪，我拍这个影片拍了蛮久的，从我在全脸的时候是1点，然后现在都已经6点了。好，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很值得。哇哦！希望会成功，希望能吃到好吃的麻糬。大家知道就是麻糬需要烤多久吗？现在也是这种白白的样子哎。麻糬大家看，还蛮好吃的样子。好，我们先来吃这个第一颗球。超好的，还不错吃哎。好，大家看这个很像什么小馒头的感觉。我来吃第2串。大家看，哇，还不错。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中秋节要吃的东西呢，就是月饼。然后呢，月饼也是我还蛮喜欢，就是台湾的这种月饼。然后呢，这个就是莲蓉，然后这个就是菠萝蛋黄酥这样子。然后呢，我在想要先吃哪一个？广式小月饼。好，那我们就先吃这个莲蓉的这个月饼吧。不错吃，喝个苹果西枣。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那也再次就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希望大家就是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呢，就是跟家人团聚，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过这个中秋节。好，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